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介绍这个口红。这口红的话，第一个特色是它这个盖子嘛是关了 magnet 的哈。第二个是这个是可以转的，它是可以转的哦。转了过后你可以用它，它也是有3种颜色。一个是这个是叫 red wine， 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 red wine。第二个颜色是叫 red velvet，red velvet 是比较浅色一点的。看到吗？它是这样子的。第三个颜色是这个叫 Misty Rose， 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。你有 feel 到吗？有 feel 到 Valentine Day 的那个味道吗？如果你还没有订购的话，你快快订购哦，因为很 limited stock 一卖完的话是没了。如果你们要下单，可以跟我下单，谢谢。